目前没有问题。目前人晚安。时间咧非常紧吼，过年，这个时间可以过去过完过年了吼。咱学校马上走去泰国，去设计到什么？去泰国，去半个月了吼。可能行这车应该是只要3000公里左右的吼，行这车有3000公里了吼。当然，咱就这一年。伊风清，今天一个限电，趁着咱进，去日走的时阵，日做的时阵，咱尽量，这4年的这当中，会当来替咱做事做一寡工作，咱今日这个主题，不过呢，因为今日这个主题应该是我礼拜要去台北12日。讲清考班啦吼，因为咱这本书这个每一个月有一班的这个清上教育，3月我3月初5一班第一班，咱学校是讲这个题目今日我这个咱和谐合作团结因为。咱年仔来讲疫情，先来甲咱好生的同修来分享一下。若讲了不好势，甲修正者，看过一个讲无好势，来迄个台北12年吼，是讲咱遮有无要紧啦吼，12年嘛闹袂安尼啦。不过伊是修学在这当中啦，应该毋是闹袂啦吼。若是咧应该用姊妹大家知影讲。咱今日修办到内底当中，较实，就是因为免了所有兄弟姊妹会当真正去明理、去明白，所有兄弟姊妹当中会当行一条这个非常正确会当修到一条咱咧干这条路。所以呢，今日咱学校这个题目，写学当理解大家。这个学当理解大家，当然，咱这段话，咱有感受着讲，金风景的内底当中，咱佛道迄个时阵讲即个讲学当如来阿妙得了三个三菩提，学当如来阿妙得了三个三菩提，伊即句话是讲学当着咱如来大家，因为咱知影当中呢，咱一贯道就是咧学当着弥勒大家，咱佛弟子咧学当着如来大家，因两种的学当，当然拢就是因为咱会当替咱做事而过去安尼时阵，会当学当着咱的如来这个大家，咱来讲起。咱学当着如来阿妙得了三个三菩提，叫做如来的无上正直正觉。咱今日修到遐个姊妹，一定要到这物件。但是呢，因为咱嘛知影讲过去安尼迄阵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当然，释迦牟尼佛当时迄阵这个正法。要传到咱民做所内底当中，伊下底有写段话，弥勒，这段话啦吼，弥勒我复上你，当未来世后500岁，正法必时，密当护持佛经报尊着传说。这句话伫倒来，这句话就是教上内底当中，报一经内底有讲着这段话。但这段话，咱嘛知讲过去。因是一代传过一代，佛陀当时
哦，要迄阵个时阵传互咱比如做出来内底当中，伊个寄函伫即项个里内底，咱嘛知讲，迄阵唯有为咱讲，当然离佛陀对抗后壁，即项话爱微入来学当着这大业。但是即个时阵，咱嘛知佛陀离咱即2562年，那2562年内底当中呢？咱要用到迄个2562年的时阵，来印证着即句话，嘛咱就去借着本即句话来做一个印证，这是佛教的一本即个本释菩萨讲的话。那因为即段话咱大家讲些物件进行，咱知讲佛陀的时阵是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但是咱今日一贯地主。爱学当着伊个大业，一贯的地主，这是一个普传，过去是一个单传，这两种无相像的版本。单传就是一代传过一代，普传就是像咱地人地主的时阵，这个在家离每一个人会当相度道，互友情，这个每一个人之外。拢就是学当着伊个大业，所以过去咱要学当着如来大业，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毋过呢，到即个普传的内底当中，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机会，拢有这因缘，人来学当着伊个大业。这是偌好的因缘。当然，人伫过去，佛陀来讲，有一分、二分、三四五分，以前成经。伊有千万不了分，无论过去大家有共同修来的物件，来讲后壁这段，咱来当学当替着咱的时阵祖师爷，咱来当替祖师爷来办三则活土一种工作，不可能因为咱都讲讲佛陀离过去是咱来证明着这个秘密来离这个这个培养。17代祖，后17代祖，咱的老祖来转世，伊就做出来转世。即段话后壁，本册经就来讲清楚啊。伊讲明日我复上你，当未来世，当未来世后500岁正法必时。即段话就是咧讲，佛法有3000年的学问。第一千年叫做正法时期，第二。伊叫做相法时期，第三期叫做万法时期。毋过因一期拢是1000年，一期1000年，所以佛教地主内底当中，伊是说3000年的学问。但是3000年的学问，伫佛教上内底当中，伊有用着500年。第一个500年，伫正法的时期有500年，第相法的时期有500年，那伫末法的时阵有一个500年，简单讲起讲，离正法的时期，第一个500年叫做解脱经过时期，第二个500年叫做禅定解脱经过时期。这是伫佛教上内底当中有记载的物件，所以这1000年就是属于正法，来当得到当时佛陀阿弥陀罗三菩提无上正定正觉的这个法门。大家拢有当解脱，毋过呢，分经过1000年，经过第2个1000年叫做相法，嘛叫做相法时期。迄个相就是讲好像，伊毋是完全就是，就是讲即杯水、即杯酒，都是本来就是80度，但是80度内底，当这看迄个头头啊，阵发出50度，安尼是我意思啦伊的正法佛运已经走过1000年，所以走到第2个1000年叫做相法，经过时期。但是相法的时期有2个500年，第一个500年叫做哪？叫做这个咱的多闻兼顾17啊什么叫做多闻？就讲当时咱嘛知影讲，咱经文经。佛法经，甚至于台湾所有佛教当时写来的经文，拢是一寡这大法师，比如讲三藏法师啦、
还是招募式啊，因这个人这大法师甲翻做伊中文，因就是用这大法师，迄个时阵甲翻做中文，咱啊看金毛金炮，咱嘛叫做叫炮炮啊，金炮，迄个时阵，这大法师起来人做伊的时阵，人够上的这个翻译经典。毋过咧，第四个500年就是讲塔斯，而当时，咱个时阵唐朝的时阵，咱嘛知影，迄个时阵伫中国大陆迄个庙寺，迄个大丛林大庙寺，你入去，你要，若要甲讲起讲行一日你不得行头，迄是内底当中有真个为过来打打，咱若捌去到孔庙啦到的是即个即个青岛的迄个孔庙，徐福孔庙啦山东啦你若去到孔庙，你若去头那个看后壁，无着你是去看袂头。你若认真咧甲看啦毋过若走马看我影就过啦迄是上少嘛爱点是点真行会过啦迄内底就遐尔咱看。迄叫做塔斯跟摩斯基，就是讲起庙是用作大间，但是呢，因为到尾咱知影中国大陆，因为红卫兵迄个时阵，那一块庙是讲歹了啦迄阵咱嘛知影迄阵叫做毁庙寺的迄个时阵，那当然2000年过去到进入第3个千年，叫做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第一个500年叫做斗争建筑时期，所以呢，因为离佛教上内底当中，因所有的信徒，因嘛知讲他们末法，但是因个末法就是咱一贯道的正法，咱一贯道正法我经过差不多18年左右，对咱老祖，甲咱17代祖、18代祖神师傅干差不多18通，咱知影。一贯道有救得到了后，身软如绵，动不顶丝，下不如冲。足侪人以为你我一贯道得着了后，太的时阵有这样奇迹你若无得着，有经者来讲较袂死人死一命呢，一支竹人叫打你就平凡牌的，但是一只鸡你若看那个台鸡抬咧到迄个，迄人面壳壳，敢是？猪抬咧嘛是面壳壳，唯有咱人有求道，有求道，才求道咯，行求道咯，因为得着道了后，身软如绵，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咱嘛通讲，这就是因为当时离佛道当时的时阵，伊正法的时阵嘛是这个问题。咱叫做解脱坚固时期。毋过呢，咱一贯道到这末法的时阵，咱得着正法，足侪道亲拢会当身软如绵。毋过过去佛教上是心修妙德，毋过呢，咱进一个条件是心德妙修，咱是安尼，嘛唔出来求道，求个当传来咧修。但是迄个天官降炮灰，伊就是身软如绵。有机会无？这叫做应运的关系。佛灭了后500岁，伊正法已经无去正法嘛过显化嘛过到末法一个年代500年，因为原来第一500年就讲到末法时期过逆动后期佛经过混入说，这是当时。伫本经的内底当中，佛道甲本经菩萨安尼讲一句话，因为咱嘛知影，尽管咱弥勒做出的英文，所以呢，进泰国的佛教到几年，我2560年5月25到末法时期，第5个末法时期嘛过所以呢，因为咱即摆当中是弥勒的英文，这是无毋对。毋过呢，咱一贯地主要学当着弥勒的大业，毋是讲我得着安尼，就当学当着弥勒代表，毋是，因为要学当着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伊上求佛道，但是下化有情，下化有情，
所以后壁说，咱互我打做就讲，你要学到着弥勒大业，首先就是安怎，你心一定爱明。你无明心，你无明理，你袂是咱学到，完全你懵懵懂懂，免学到。所以呢，所以六祖啊，其实讲出话，不识本心，学学无用。伊讲啊，你不识本心，学就无用。哦，啊你因为你毋捌啊，哦，就参照咱讲的讲，离佛离金刚经的第15分内底当中，欲乐生活者，即着五件、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离处境不能他相对解说。哦，即个人，你无明你即个人，就参详了你有五种世界，我等世界，我见人间中现色界。毋过呢，有世间比世上较强调。世上佛道已经讲第3分就讲一句讲，若菩萨有五相、二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都毋是菩萨。但是咱知影，迄个五相就是讲，你外口看到，你的心去对着境，心叫做偶像，对着境叫做人相。嘛心去判断着境了后，生出着什么物件？你生出着众生相。迄个众生就是讲，你对着境了后，你有众念从生，你有生出一个问题出来。但是你生的问题，来去执着着，执着着叫做受者相，这是安尼啦。毋过咱知影，我想就是偶像事相是对外口来，但是事件就对内心世界家己生的物件。换一个解释，就理解生梦想的物件，这较严重。啊，所以呢，因为咱今日要学到着弥勒的大业，就是你一定爱识住本心，爱变做本性。你有识住本心，变做本性，其实你嘛无法度通去真正了解着如来弥勒的大业叫做啥物件。但是你了解弥勒大业以前，咱互我来看话，金刚经的第26话讲，如是。而这段如是项目医生，肯内观就是观察，就是肯内观、肯内观就是察觉，就是关注非凡的人生，该关到咱自己只要心意起心动念，随顺因缘无妨碍。其实，什么叫做如是？这句话嘛真重要，所以咱真正学到这个时阵。因为伫佛经的内底当中，足济咱相关的物件咱无了解。比如讲如是离金刚经，啥翻译？咱互我较早来讲，一种叫做法智，一种叫做信顺，一种叫做显理，伊有分做3个意思来讲。这个如是是这3种的第一种叫做啥？法智。法智是讲我发的后壁指这个人。比如讲25分内底当中有一段讲，伊有一段讲，如是人等，即位阿当如来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人等，即句话就是咧讲叫做法智。这如是其中的一个用意。第二用意，伫《金刚经》的第18分的内底当中呢，伊有讲一句话，伊讲一切无常，一切动万分的内底当中，伊有讲一句话。讲苏摩地，阮咧问苏摩地，伊讲如来有八干无？如来有八干无？如是世尊，如来有八干。苏摩地，如来有天干无？如是世尊，如来有天干。迄个如是，就是咧讲信顺。当时跟佛陀咧问苏摩地内底当中，伊讲苏摩地啊，如来有八干有无？有天眼有无？有慧眼有无？有法眼有无？有天眼有无？这叫做如来五眼。所以直接甲问苏摩地问，苏摩地讲如是，如来有八眼，如来有天眼，如来有慧眼，如来有法眼，如来有慧。这就是因为这句如是就是讲叫做信顺。我相信如来这物件，我接受着这个物件。这叫做第二个如来意思。毋过第3个意思就是讲啥物件？
就是讲金光经的第二份来讲，因为当时苏摩地咧问个讲若有善男子善女儿，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温和应住，温和含无疑心，即就是苏摩地咧问佛陀的一段话。但是佛陀伫后壁甲苏摩地解释，苏摩地你应谛听无理说。若有善男子善女儿，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应如是含无疑心。即句话就是伫显理。所以，因为你经典的物件，基本上真若看无，伊咧显理，伊咧信顺，伊咧法旨，你基本上听无。啊，所以这段话，这句话就是咧显理。啊，就是讲如是应含无疑心。金刚经的第二分的内底当中。伊就是佛陀讲，苏摩地，你一定得听，你要用心听哦，你要用心听。哦，若有善男子善女儿，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假使有一个人要发着无上正定正觉的心，应如是住，应如是含无疑心，应如是住，用这个如是来住。啊，这个如是是讲什么物啊？咱较早捌讲过。就是讲法界，就是讲这两个这两个观想法界，就是讲思想法界，啊，就是讲文语法界。换一个解释，来讲三法界道理。啊，三法界道理是讲什么物件？咱讲成佛一如，啊，无可解释。啊，这句话是讲什么物件？那讲一个较简单的讲，你爱生着一个清净无量的心。但是你迄个安住你的心哪安住会了？你咧生一个清净无量的心，你的心哪安住会了，哪含无好势？就咱我较早讲，即张电话若泡讲就乌啊，即把电话若看咧，就是永远是乌啊。咱的自性，咱显露咱一个清净的心，咱。当面，人讲当面什么叫含无疑心？当面的应住，本来你无住而住，我请这电话来拍，感觉无啊？你清清楚楚，你慢慢就讲有法，什么面对一个所在，什么面对一个所在。所以因此，这句话就是咧讲，你今日咧学到表面的代表，你一定你这个心要含无好势，你这个心要安住了。换一个解释，你慢慢真正有资格，能学到着魅力的代表。所以呢，咱用经验来解释着含魅力的代表的一种的条件。这段我就不来讲啦，因为讲的可能我的时间也不够。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学到的定义，学到魅力的代表嘛，但学到的定义就是咧讲。第用关古物叫做包起来。咱要打一项物件，咱是毋是一定要用金卡头去甲打起来？打会起来，有够咧人打起来有无？这是做一个比喻啦，叫做跳打，叫做打。但是咧，相当生活、工作、职业、事业等，这种事咧，咱比如讲。叫挑起打起的相机的，咱讲的，咱今日让附带你一件工作，无论是后天的事业，还是先天的道业，后天的事业，我今日交代你一件工作，你学当袂起来，你做代表，你去到公司，公司的组长啦，当组长啦，经理啦，交代你一件工作要互你做，你有能力人家做你来。我今日来，这个明仔载要叫我当年，我一件工互你去一个人互你去咧拿载起来，载来这个定对一个所在，你着如是去甲载倒转来，安尼叫做学单这个工作。你这工作甲放弃，就是你这个工作做不起。因为咱今日学到着魅力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的舒适的工作，比方今日咱道场，做者咱的同修大家，
咱的迄个道亲、领导、组长、经理嘛好，经营、负责人嘛好，就是同样咧学当着咱的面对来个。但是咱一定要知影，顶悬交代互你工作，你有去甲负责起来无？这是一个正重要的工作，毋是敷衍了事的。因为咱讲，人咧做天咧看，所以呢，因为这个甘为担起众生这个生死一代事因缘。今日咱来到这个世界，咱有思想，咱毋是一般顶的信仰。我嘛常讲，咱这毋是一般顶的信仰。信仰我来信仰一个妈祖，一个王爷，还是信仰一个什么物件？这是叫做信仰。是咱伊做成的我信仰，是因为伊的精神达到我甲追求、甲实施，叫做信仰。一种叫做修养，修养就是咧今日家己，我家己做好势，我无法找别人，我修养好势，当然是种会到后来的境界。但是咱今日修行，甘为担起众生的一代事因缘，修就是觉，就是上觉。这个叫下化众生一代众生，就是下化众生的行为。今日你是要证菩萨道的行为，你和一般顶的一代事因缘，你和一般顶的信仰甲修养无关系。你要做这个行为，你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行为，但是你带去的，咱嘛知影，你这个道场对咱自早年离咱华人道场超过50年，但是50年内底当中，咱我照来看过，过去的前辈，伫咧修办道内底当中，会使讲各种真罪，顺用可以，伊修道办道内底当中。人讲，伊绝对你甲交代，会做到好势好势。毋过呢，咱慢慢到这个末法的这个时阵，因为愈来人心愈散啊。你一件项目要做，过去你若道场一个组长要做，还是一个什么项目要做，因为会使讲，伊是非常的舒适，与有容颜，伊非常的甘稳。嘛，并且你一定要做。你一个经理要做，因为他战战兢兢。这一个道场的经营好做，伊就来负责甲做势。但即摆呢，咱一件项目要承担，为多一数不如少一数，少一数呢不如没有数。一种项目你望来找我，若安尼当中呢，要咱学当着味的代表，咱来想看卖啊。毋过呢。咱嘛讲一世人，咱来到这个世界，咱艰苦是无要紧，因为毕竟换来万般的这个这个享受。咱我伫泰国的，泰国当时去办道的时阵，老婆主带我去泰国，因为当时伊遐做生意，但是呢，因为咱泰国嘛，因为伊去。咱我做我伫泰国道当中，我伫机场，写一个咱，这个老房主，我讲感谢你泰国35年来，嘛一路来，因为你泰国咱这1年带咱去到泰国，嘛非常感谢恁弟仔囝，因为后生有命嘛，正是要做助理嘛，辛苦，大家非常合适，但是呢。因为迄个老法师，我尾来才讲，董事长是一数，但是菩萨是千秋万世。我当处长是一世尔啦，但是菩萨是千秋万世啦，安尼啦。毋过呢，因为社会人伊是看现实，包括这世人当处长有钱有地位，毋过咱嘛知影讲，万般皆是假。唯有修道正。王永庆先生、邱华先生，伊是毋是拢是台湾大企业家？但是拢同样，但是伊大姓名倒倒面。咱苏镇老大因讲图讲安怎？讲董事长比不上图尔
所长比袂上即个个土耳其讲菩萨，咱今日咧做，承担即个物件，就是真正咱进入菩萨体佛来做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安尼有思想无？咱时间到，咱毋免来搞烦恼。咱的时间到，咱袂搞烦恼，因为咱人有一日会走，这拢毋是烦恼的时阵。新闻几岁啊？新闻对不对？新闻敢要走，新闻嘛是爱走。但是新闻伊走了有烦恼无？走了有恐惧无？走了有梦想无？伊无，伊一世人就是投入伫圣业内底当中，伊足自在人当做佛，足自在人当做菩萨。人学当着安阳而弥勒的迄个如来阿弥陀佛三宝三摩地，咱伊当然得了偌自在，但是咱即马爱看，足侪董事长财产非常多，但是伊要当恐惧、烦恼，要用着什么办法，人不要化了。咱道中有即种人，甘愿我今日食素食。我今日食素食，但是我甘愿要为着我这个马体甲留落来，我牛肉慢慢结着嘛无要紧，嘛有识个人啊，你要相信无？但是伊收到尾仔就收对着说的，我感觉超奇怪嘅。所以咱一定爱有了解，人1岁甲100岁拢有人会扫，但是你的心理基石、心理基位、心理基础，死也有价值。那安尼是有可怕无？是无可怕，因为每一个人拢爱走，对一个免走你搞讲。所以呢，咱必须爱了解，所以会当学当着弥勒的代表。所以呢，华严经句话讲，欲为诸佛的良相，先作众生的为法。这是华严经，咱佛陀讲的讲，你要做着这个诸佛的良相，诸良相就是讲菩萨佛的意思。咱要进入到迄个意境的内底当中，你首先爱做众生为法，爱做什么为法？无因无果，无因就是无果。这张榴莲，我上个早含下晡含出门咧讲啊，你要食榴莲，你要家，你是毋是爱先榴莲，倒榴莲通食？你无种榴莲，这叫做因嘛。有榴莲通食，叫做果嘛。除了你菜市啊买嘛，你客钱就因嘛，对不对？那变成叫做果嘛。你若唔客钱去买，你家种嘛，这个毋是叫做因。因种了后，后面咱大三界有榴莲通食，但现在的榴莲无好食，从今年都稍微有点不可因为这是咧做比喻。今天日咱要做菩萨，咱要做佛。相救生命量得到好啊有情，所以这句话就是咧讲，一定爱替众生。咱知影，足济前辈者，足济奸人，甚至呢，这点燃师，这前辈去讲话，但都有足济拢死于讲话。因为第一就是太劳累，第二就是伫讲话发生车祸。第三问题就是水土未合，你想咱花信里拄着确诊，确诊那是我都有住3期的迄个王社呢，住3期的呢，无去你确诊，你也毋知影病院伫倒呢，你去病院，毋知病院要甲伊做啥物事，毋知影呢，爱倒诊检甲你摕感冒药啊，甲你摕迄啥物的时阵抓枝草啦。甲你摕什么迄个什么黄连的什么解决你你都无药通食，你爱食尔。有影食是咱嘛毋知影嘞你到台湾，因为台湾伊有真正讲迄种你60岁以上，伊有什么地方要来治啊？咱若真正去咱台湾，咱来安怎的？咱真安心，因为政府按照咱的病体管治，去讲我袂食药呢，这是咱进前法抓真正拄着，但是是安你都要出，啥你要出？3年外，2个月都无机会停顿，咱心嘛痛。
离咱开国35年的务，因为即个确诊咧国地当中，买稻务，那么30多年来，有经这3年来西风去，还好，天天湿等，本来时阵啊，大家这个是嘛熟，所以这是咱要担起重大的责任，这是咱真正要去面对着，无因为讲疫情，咱唔敢去，无因为遐拄着什么环境，咱唔敢去。咱绝对无迄个代志，所以呢，你这讲到遇到困难，我们不逃避，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行出着困境，英雄该做的大事好领导，才能而担待。你真正去一个真正要学当着你了代表，你第一条遇到困境困难，你绝对不逃避。迄话你甲讲。伊嘛要插你，就听你的讲，听我的讲你的。但是话呢，就是你免讲伊就来讨。不像，讲是对着所在来做不过去，咱袂来袂使。所以呢，因为伊离迄个责任心就足重，就参照咱常讲，即只宝马你变点的时阵你会唔变变点你个发现像宝马18好势，第二种呢，就是变点的，伊当要走；第三种呢，就是变点的拍落，伊当要走；第四种呢，拍你嘛走。安尼听有无？这就是讲叫做战术。你变点的了的，伊就甲你18好势，直接变成宝马。伊了解主人的意，但是过来呢，就是讲你变了，要甲喊，伊当要走，伊当要走。搁一种就是讲，因为你甲钓伊当要走，搁一种就是讲你钓伊嘛唔走。你这个讲你的，这个是好领导，当然这是好领导，真正好领导就是我拄则讲，这只宝马。咱猜宝美啦，如果说咱猜经理，这嘛是真好个啦咱甲讲，那甲讲起来，他任劳任怨，你任好相，会使甲我嘛以真正虽然讲一个真正很脆弱的女孩子来承担着这担，其实嘛无好担啦工作嘛无好做，这是咱我了解。嘛希望咱大家来甲咱这只好马好马到富足，好马就是大家斗好钱呢，豆腐就是咱大家斗好钱呢，安尼叫做学当的定义，敢是？即摆来，民意代表的思想，咱学当这个物件，咱会知影，你这个物件是需要你去学当，甲无需要你去学当。这件摊位你得确认，值得你做还是不值得你做？那不值得你做，你千不要做。那如果值得你做，你无能按照你爱做，你无能按照你爱先家己确认，人叫我去保镖，你敢要家己去管？人叫我要钓鱼你敢要你去赌？人叫你去卖毒？去运动，钱做我赚，你要去无？你必须确认，你要你当这个工课的重要性。但是咱知影，咱今日当着你的代表，是千秋万世的代表。这是一个这世人来，咱会当去遇到这个因缘，这才是何等的思想，咁嘛何等的公约，唔是大家。不是大家都做对工课，所以呢，学当米的代表，也就是学当米的信仰，信仰有偌大呢？所以伫这个当中啦，咱嘛知影，若要做一个依据、根据，讲你的，听我的，但是咱嘛作者讲，修得足宝，宝有伫这，我就会伫迄个泰国。一个道亲阿廖，伊一个囝，伊两个囝，即个要鼓励亲口，安尼啦。其实迄个大呢是乖乖啦，听笑笑，
但迄个第二就意见，恁讲公职公职免啊证明公职，你安证明公职啦？小湾改革你免啊去证明小湾改革？伊甲你找问题，甲你问，但是你若无啥办法，你若无啥解说，当然伊就要行，伊就无甲你行。但是你有啥解说，伊就甲你行。毋过伫迄个时阵，其实我太伊听无啥，我无及时啊反应。但是呢，因为迄大人啊解说，伊嘛还袂使接受。但是都有一个阿明囝，阿眠，迄个有咱20岁，但是因为伊对整个哲学上的理论来喊你讲，讲你会接受，他听得下去。啊，因为听了会意味就是有咧笑，有咧笑就代表会欢喜，有欢喜就代表会接受，敢是安尼？但是咱今日要学懂着魅力思想的概念，但是讲是恁讲，听是我咧听，但是安尼你讲好是恁咧讲啊，到底伊好好伫对？虽然互拍的当中嘛少着金光景的即个的第8分啦即个依番出成分来做一个比如来做一个讲着即段咱魅力的代表，咱办了阿庙道3到3号店内底的思想有啥物思想？当然即段话是早头伫咱考里读，伫咱高成路讲过，不可能因为咱互我要去到即个平时找着即个因缘，彼此会较着先了解。咱今日从过去，咱求道，咱食素食，咱参考到即个时阵，完全咱无白修，咱无白食，咱无妄想。简单讲呢，佛简讲，苏摩地不以温和，因为即个苏摩地不以温和，就是因为佛咧问苏摩地一句话，伊安尼来讲。欲人阮3000大千世界7宝以个布施，较说有一个人啦用着3000大千世界7宝布施，这个3000大千是哪解说呢？伊有3个倍数，大3000，中3000，有小3000，3如9啦这个解说起来就讲，我一亿粒的地球，一亿粒的地球啦咱地球咱知影嘛咱挂在地球内底，咱地球是1粒，有1亿粒的7宝啦，就是讲金、银、玄石、玛瑙、玉具、马勒，甲个新加坡咧，一共加起有7种，有带1亿粒地球的即个7宝起来布施。因为佛陀伊当时来讲大数义啦拢用着足大数义咧做比喻啦，这叫做较量比喻啦比如讲，伫迄个当中咧，会使阮着讲着3000来，着讲着恒河沙数的7宝布施嘛伊拢迄讲是拢讲足大数义，但是佛陀伊咧讲，可能用一个数义咧比喻，伊讲假使有一个人啦阮3000大千世界7宝起来布施啦，1亿粒地球的7宝起来布施啦这个人得到福德，认为到福。那安尼，这个人的福德有大还无大啦？伊是安尼比喻啦咱嘛知影咱看若几条经文、玄石、玛瑙，咱就讲足济对不对伊用1亿粒地球啦来比喻，那济无济？伊苏摩地甲讲成道世尊，成道世尊，这是苏摩地讲，不得你讲咱有济就对啦。成道世尊是安尼讲，因为佛陀咧讲的话，就是苏摩地顺着佛陀的话尾甲讲出来，就参照你讲，有济无？我会当讲真正，那安尼有济就对啦。毋过咧苏摩地安怎回讲？即句苏摩地都解说伊讲是福德，即位福德性是无如来所谓福德。如来伊咧讲的，这是世间的福德宝，福报啦，福德宝啦，这毋是福德性啦，听好无？这是下漏的，这是相对的，这毋是绝对，这句叫做绝对。什么叫做相对？
就是讲有1点，那一个跟1.2点，它是相对的少。安尼有意思无？伊毋是一个上济啦，1.2点上济，这是一个相对的物件。但是这位复杂性就是咱的自性的故事，自性的故事是讲啥物件？伊是讲绝对是讲无相，无相啦，无相你听无？无比伊较怪，无比伊较济，无准有一个人来比过，安尼就对了。所以呢，一个地区是讲复杂，伊毋是讲自性上的故事。复杂性是讲自性，4、5度来说明讲结果。哦，那安尼当中比如来咧讲的，有一个岛，复杂岛，复杂有无？复杂岛，迄个复杂就是一个岛，有一个山，有一个岛，叫相对的嘛。你岛后面一个山，有一个岛，对不对？它不是绝对的。所以呢，因为咱知影，因为咱会当学到有美丽的台阶，哦，那要甲讲个胜过。一条地就7步啊，无过。后面这句话就讲出来，可以讲，这句话就讲出来。若有人无处经中受尽，乃至于数以点为他人说，以后胜利。他说有一个人是这个原因呢，他说佫有一个人啦吼，以处经中受尽，乃至于数以啦，经中受尽，就是咱修大乘法，修大乘法就学到美丽。代表嘛，修就是叫你咱无心嘛，持叫做意念不忘嘛。有一个人当修持着这个大乘法，乃至于数据点，数据就是讲经中的是头话。那安尼呢，为他人说，我这句话，这句话叫自觉，为他人说叫做觉他，来看落。这句话叫做自觉，这句话叫觉他，是要修持。那安尼，这个人会当收到这个大乘法，这个人，甲你讲着咱学到着美丽大乘这个人，因为伊的功德，胜过是几样地方去，因为安怎讲，《金刚经》里14分内底当中，佛陀甲娑婆来讲，如来是真理者，是实理者，是如理者，是不空理者，是不离理者。如来无骗你，但是要相信，唔相信，会看你地位啊。但是佛陀来讲，却有人问，心即光乱，何以不信？即句就是哪？佛陀伫《金刚经》的第十分就讲啊，却有人问，却有人听啦，心即光乱。后迄个这受持独相出经，乃至属于定为他人说。那安尼当中，你修着这个大乘法，就胜过了这一个地位7宝。咱知影，这7宝带袂得长。自性，你若做着一个菩萨，你是千秋万世的大业，千秋万世圣业。那安尼当中，如来有骗人无？毋可能无智慧人信袂落，有智慧人咱真正行落去。那安尼咱知影讲，有这个思想的当中，咱是毋是爱哪？咱是毋是一定爱来这个来学到着这个美的圣业？何为佛道？伊是上求佛道。何为佛道？这个咱知影。所以呢，咱我拢接着《金刚经》内底分析着这个物件。而《金刚经》内底当中第5分叫做如理实现。迄个如理就是讲，这个如理就是讲，迄个实理实现，就是自性中迄个实理显露出来。因为后边头前迄段话我就无去遐讲。伊即句话佛道是无题，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欲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即句话是讲啥物件？这是讲佛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咱嘛知影讲，佛咧讲的凡所有相。我伫迄个这个泰国，拄着一个有咧学《金刚经》，嘛咧学做大经，是一个泰国人，喙手了好，所以呢，因就伊家来啦，毋是伊甲招来伊家来，
我就想，靠，即个人，因就咧甲讲，即个人有学金光经，啊无咧学做环境，但是咱互学少伫咧经验，甲伊分享。我甲讲，不离金光经第五分，如理是经内底一句话咧讲，凡所有相，皆是妄，欲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咱互我安尼甲伊分享，即句是讲什么道理？伊讲，凡所有相，就他必见其实，意思讲。咱面上有看到即个叫做凡所有相啦，吼。但是当中呢，我甲讲，包括声音，包括声音啦，吼。因为从伊心见我嘛，从伊音声求我嘛，是人音声到即文见如来嘛。这种是一种伊哪呢？这种是一种凡所有相的物件，吼。这种是一种定的物件嘛，色声香味触法，这种是一种定的物件嘛。啊，这个是包括凡所有相的物件，但是第二句诶就讲袂落啊。好，开始讲，这句足重要哦。欲见诸相，欲见诸相非相。好，咱看到一切诸法相诶内底当中，会当非相，什么叫非相？我看到，敢是安尼？毋是，你看到什么质表？你看到无起心动念？毋是甲你无坏哦，毋是甲你无坏，是你看到无即种哦。要达到迄个意境嘛吼，咱逐个听着啥学，你这个甲学了，我会欢喜到要爱，对不对？你即句话咧甲批评，我会气到要爱，对不对？安尼，你去面对着即句话内底当中，对着即个经的内底当中非常，你无起心动念，叫做非常。换一个解说，你拄着经的内底当中。无论人甲你恶了，无论人甲你批评，无论人甲你讲是非，你拢自在。这个已经有烦恼哦，叫做缘起成空，缘起无我。因缘所生发内底当中，你无互这因缘内底甲你影响，这叫做欲见诸相非相。啊那安尼呢？即见如来，即见如来，即是你马上就会当见性，你马上当下。迄当下你就是如来发生，如来的实相咧运作。所以呢，因为佛道的道理就是讲这个物件。当你今日面对着境的时阵，你生什么心？这足重要。所以而且来讲，主相就是一切表象，包括声音、内心体验、动念、想象、因缘的生发的表象。所以《金刚经》的26分内底当中在讲，就意识见我，就影响见我。是人影响到即个见如来，用意识见我，意识就是经营实质，用去音声求我，就是我即个讲你咧听，我讲你有听嘛，你有听到音声是无相啊，有音人对啊，这个外口这是表象，有看到物件，音声是无相的物件，这种相的音调。毋知讲伊录电内底色、声、香、味、触、法、音、色就是表象，色、声就是有声，有声无当看，香香就是有味，但是无当看，触就是感觉你去触足寒，但是我会感觉寒，但是我无迄个触着我内心会产生一种的寒。但是你迄无相，法就是对你内心嘅产生一种妄想，迄叫做法相法界。所以呢，这种是一种的啦，这种是真爱，拢毋是真正实相。所以呢，伫这个内底当中，原生教的影响求我，这是人的形象道，这拢毋是咱咧讲的这个真正的道。所以呢，不能见如来，那安尼不能见到如来，就是当见到你家己内心自性中的如来。那安尼呢？非常缘起成空，所以欲见诸相非常即句话，而且但是因为金刚经的内底当中，才无甲你点一点。应该若要讲凡所有相，皆上以往欲见诸相，才点叫非常。安尼看好，唔本的金刚经这是规章落去，唔本的你爱向其他分析出来。所以呢，而且当中非常就是讲我看到。但是我无信心，我拄着缘叫做成法，
但是我无因为看到这个物件当中，我来起心动念，我的心去互这因缘甲我拍去，去互这因缘甲我左右去。哦，啊，这叫做缘起性空，伊是讲这个。